上午10点54分。69、99加。圣贤教育。相簿。10 watt。屋。16小时。不休息菩萨救世。深入华道的心扉，36付出。深入香道的细微，空至下世。深入郭道的体会，勿食恶欲。深入修道的精髓，火候辣。2016年11月27日岁次丙申28分之10，台南道场济德佛院。CN Teo 和其他24人2次分享。这一次最右边深入学道的经纬，玄妙参透，没有念